嗱，繼續就翻嚟睇下陳志嘅集團啦。陳志集團就收埋咗大批嘅名酒喺度嘅。咁咧美國所謂嘅沒收係咪具有合法嘅司法程序嘅支持咧？咁就通過司法認定嘅技術手段追溯，美方喺追繳程序上係咪存有瑕疵，有待進一步嘅披露嘅。咁分析就指出啦，陳志被押送返國啊，係使中方對於呢筆巨額數字資產嘅歸屬擁有咗重要嘅談判籌碼同埋話語權。不過呢啲你話你會押佢返去撩咗個人啫，啲錢佢都攞唔返啊嘛，佢登入唔返個 MetaMask，咁你都攞唔返佢啲錢㗎。所以我就覺得呢筆錢就覆水難收㗎啦，好難追得返㗎啦。依家就邊個攞喺手就邊個做話語權先大啲嘅啫，所以睇怕中國攞到返呢筆錢嘅機會都好微㗎啦。依照中國刑法啊，大規模經濟詐騙同埋有組織嘅強迫勞動難逃重刑。若果詐騙金額巨大或者確定又有強迫勞動、有組織犯罪嘅情節，可以判處無期徒刑等相關嘅刑罰啊。中國有關部門據報啊，正在研究綜合邊啲罪名去起訴陳志。依家就係嗱，得返個人，就錢就攞唔返㗎啦。咁呢次會對市場有咩影響呢？若果美國政府選擇大規模拋售所沒收嘅比特幣呢，就一定會對市場價格造成衝擊㗎啦。但係美國政府並冇大規模變現或者係將變現呢種加密貨幣嘅先例啊，因此推測佢哋多數選擇會繼續持有，而唔係非拋售。短期內對市場嘅衝擊應該係有限嘅。早前幣圈亦都多次出現爆倉事件啊。對於虛擬貨幣係咪有安全有疑問呢？有冇安全嘅疑問呢？咁就真係成疑啦。個人用戶通常記住錢包密碼同埋等嘅方式去保障資產安全啊。對於擁有幾十億美元嘅比特幣機構，大多採用多重密碼設定，或者委託第三方機構管理，以降低風險嘅。相對個人用戶而言，安全性更有保障。英國嘅《泰晤士報》曾經引述過陳志管理嘅台灣太子公司7年之久嘅新加坡人張光耀指，陳志曾經自稱其資產有600億美元啊，即係有成4680億港元，都唔少喎，真係。被美方凍結嘅115億美元，可能只係佢身家嘅1/5。咁即係陳志仲有大把錢可以刮出嚟啦，俾中國而家捉咗啦，咁就睇下嘔返幾多錢出嚟，嘔得越多就應該唔使死刑嘅，所以我都暫時都推測陳志應該唔會受到死刑嘅，應該都會係無期徒刑咁上下啦。咁今日嘅報道就係咁多先。